亲爱的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各活节快乐。伫礼拜四的清早，咱的主对四中各活，伊带互咱真大的愿望，也实现伊救赎人类的计划。咱着爱向伊欢喜快乐。咱即是来准备心来享受今仔日的赞美礼拜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替阮死伫十字架顶，救赎阮的罪。阮也感谢你对死中各活显现你的大权能，你掌控一切，你是阮的救主。阮着爱随时来跟对你、信靠你、仰望你。主啊，即时求主你的灵甲阮同在，也甲圣歌队的队员、敬拜团的队员，所有的服侍同工做伙，透过因的歌声。因的音乐来学乐你，求主你甲阮同在，求主你即时甲阮伫地。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主耶稣国活的日子，邀请大家会当两边的兄弟姊妹讲：耶稣真正是国活。耶稣真正是国活。好，小等一下，咱用这首圣诗第104首来学乐咱的主。耶稣真正是国活，耶稣真正是国活，哈利路亚，天使圣灵团归光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使主大声，哈利路亚，哦罗救主大主。第2站甲第3站，咱的分布看到红色就是姊妹咧要来唱，蓝色就是兄弟来唱。小等一下，第2站咱请姊妹先来唱。求世公路大嘴，我兄弟。哈利路亚，对地敬拜主太阳。哈利路亚。小子祭拜主清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免救赎国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小等一下，第3站咱交换一个兄弟先来唱哦。好，来祈祷用死，祈祷用死救灵魂。人可以免沉沦，哈利路亚，救主讲话应父母，哈利路亚，推人开路到路远，哈利路亚。最后一站，咱做伙过来唱哦。耶稣真做咱的头，耶稣真做咱的头，哈利路亚，救主升起咱耶家，哈利路亚，当时当我当主的，哈利路亚，应当尊贵万万你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耶稣真正是国活。
耶稣为着咱众人受定伫十字架顶，第3日国外，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在追求咱的主，嘛用咱的全心全意来听主耶稣。只是咱要用这首欢喜的诗歌来唱出咱对主的听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耶稣。让我们再从头唱一次这首歌，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。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也深深爱你，耶稣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让我们再对耶稣来唱一次，深深爱你，耶稣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耶稣。
请咱备办心来进入礼拜。耶和华啊，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在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因诗俄罗上帝，信诗第76首，信诗第76首。上帝找伊独是囝儿，上帝找伊独是囝儿，羊厩内必未出世。30年久孝顺父母，尽真意敬爱兄弟。3年传道，世界奔波，免家己以直播。河里有空，鸟仔有巢，咱的主。无未通向，请今日咱来吟全首信诗76首。提车伊都是囝儿，羊厩内必未出世，听呀归鸟呀归。为着听咱领导世间，甘愿舍一切苦难，以
受贫害，咱着以后平安行，在平安行。请坐。咱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周报第6面，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。对14女马利亚出世，伫本州伫来到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。第3日对世人中过活，升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平，伊要过来上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冲。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大家做伙来启印，启印文第36篇，伫咧信息的后壁面。启印文第36篇，箴言第8章。找着咱来做伙启印，就听智慧得救。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智慧伫城门口。众人啊，我叫恁；戆智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。就听我要讲即好的事，伫创造的起头，上主成就我。伫上起头创造世界以前，我出世的时也未有亲缘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也未受造。彼时大地甲田野拢无创造。也未安置穹苍，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。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甲大家下地基。彼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伊也以互人徛起的世界。但我的囝着听趁我，
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。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。找到我的人，就是找到性命。认识俄罗上帝，信息第16首。信息第16首，咱着对主唱歌。咱着对主唱歌，快乐吟诗来学乐，唱出听叹诗歌，学乐主每日新创造。上主奇妙创造，深沉日头甲大海。伊看的所造是好，万物极美丽，各和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喜对主唱歌，哈利路亚。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信息第16首。对主唱歌，快乐吟诗来学乐，唱出听叹诗歌，当天你的天堂呀，你叫心中最相信的大海，你所最最喜好，万物的美丽和谐。请坐。咱来压头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是阮的爸，阮是你无路用的奴仆。拢谦卑，甲深深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，仁慈互阮，也赐阮百万百姓。阮感谢你创造阮，保护阮，搁加真实逐项福气来赏赐阮。阮感谢你无穷尽的仁爱，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世间人，赏赐阮受恩的路，搁叫阮着仰望未来的荣耀。阮恳求你，互阮常常笑念你的恩惠，真正感谢你，搁互阮若甘当用嘴来学习你的美，
也伫阮的生活中显现出来，将阮本身献互你。一世人伫你的面前，用圣洁甲公义服侍你，奉阮主耶稣基督，阮尊贵荣光归俾信爸信囝，信神到无穷无尽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。阮来看上帝话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19节到26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19节到26节，台语汉语本第200面。找着我来读。咱若甘担大生有五望像伫基督，都伫众人中，咱是第一可怜的。总是当基督已经对世人中过我，做比个伫困的头一个过我的。因为既然对一人才有死，也对一人才有死的过我。因为亲像伫亚当众人拢死，也亲像安尼伫基督众人要得到过我。若是大家照伊的次序，头一个是基督，第二是遐个基督的，第一临到时，然后末期到，就是伊已经废无拢总的政治、拢总的权柄，甲才能，强国交互爸上帝的时，因为伊的确做王，到下拢总对伫伊的骹下。第一落尾受废无的对峙就是死。圣经读到遮，请牧师来进道。伊的题目是身后次序。今仔日是过活节，主耶稣已经过活，但大声来感谢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你极大的恩典，你的疼痛，透过主耶稣基督为阮每一个人所流出的宝血，牺牲赎回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会当对未来有盼望。愿主你过活的信息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互阮领受你的话，成做阮生命的快乐，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日。阮拢活出你的款式，愿你的话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我想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变魔术的这个表演无？有无？你印象中上深的变魔术是倒一项呢？咱有看到伫。咧变魔术的人呢，因为无共款的一款技巧，无论是因变倒一款的魔术，咱拢
互伊咧变的即个表演的中间来吸引。当咱互伊吸引的时候，咱会感觉讲，哇，哪会遮神奇？咱无法度去理解讲伊安怎变的。不过现主是，因为网络真发达，所以有一寡 YouTuber 因将变魔术的每一个细节，拢甲公开，包括因用的机关、因的手法，也是因一切的物件，互咱拢会当看到，遮咱所看到的魔术，拢互受到破解啊！魔术真正，当咱第一届看时阵，伊真奇妙，无人会知影讲伊要安怎变化出来。不过，当遮所有技巧展现伫咱每一个人的面前，那呢，咱就知，即个魔术就无阁有迄个神秘的即个色彩伫内底。不过，有时咱感觉种即种变魔术的人真正真厉害。咱感觉真厉害，咱袂去讲，咱就相信伊是真的，因为咱内底知影，咧变魔术的，伊就是一个表演，伊就是一个魔术。今仔日，咱组织伫教会内面，咱因为耶稣基督的个活，咱组织，所以要邀请大家。咱搁来思想一个问题是：个活对咱每一个人的意义是甚物？个活对你的意义是甚物？我想个活对咱来讲是一个真神秘的经验。这个经验，咱看起来，伊是对死，然后再搁活过来。那用现在人对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是无可能发生的。伫即个世界嘛，有侪人有迄种经历过敢若死亡的代志。遐个人有一寡濒临死亡的经验伫咧。咱若安尼来讲，死亡咱讲较正确的，就是伫身躯顶，咱生命的一寡表现消失去啊，就是。袂阁呼吸啊，心脏袂阁跳啊，咱所有器官拢停止无要工作啊。个活有时咱看的是迄个肉体的恢复，以及咱有迄个意识讲，伊会当阁徛起来，甲咱对话，甲咱讲话。总是伫基督的个活，甲咱所想的是无共款的。基督的个活是因为耶稣有神的形象。伊嘛有人的样式，所以个活，咱咧讲伫咱信仰的内面，伊所表现的是迄个伫神的方面，伫灵内面的显现。如果咱用理性的观念，也是讲理性的逻辑来看时阵，个活的规个历程，伊先要有生命，然后面对死亡。然后进入死亡，伫死亡中获救起来，然后才有个活。咱若用安尼咧想的时阵，咱咧想的是，当咱每一个人，咱一出世，咱就往死亡咧进前。所以伫咱的社会中，有侪人真惊吓面对死亡，因为对因来讲，死亡是一个无法度确定、无法度掌握的代志，所以咱若看到伫历史的顶面，自古以来，都侪人咧追求迄个永远袂死的解方。食啥物了，我会长岁寿。不过，咱若咧看历史，咱知影因所敲找拢找无，因咧敲找即个永远的秘诀。嘛，拢抑阁找袂着。当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侪问题时，特别甲信仰教义有关的部分，保罗已经注重教会所做一切，够符合伫上帝真理的顶面。所以保罗咧教导是一届搁一届咧说明，
伊讲咱应当爱遵守的真理。伊咧教导即个中间，过活是真重要的核心的议题的中间一个。所以保罗伊就真强调，而且真注重咧维护过活的即个信仰议题。那呢，咱咧看伫新约圣经内面，我有一个疑问是：保罗敢有亲目睭去看到、去见证到耶稣的过活吗？伊有亲像门徒共款，经历过耶稣互人掠，经历过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，经历过耶稣的死、埋葬，以及第三日过活的即个规个经历历程吗？我咧想，咱若查考圣经的时，保罗无即种的经历，总是保罗因领受到一个真重要的信息。伊即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对圣经内面来的信息。伊讲到伫圣经内面，基督为咱的罪死啊，佮照着圣经所讲的，伊埋葬伫坟墓的内面，经过第三天的过活了后，伊用彼得来显现，伊嘛用12个使徒显现。用500外个军队伊个人显现。保罗讲，遮个人即马大多数还阁活咧，有个人虽然已经死啊，总是还阁有侪人会当伫伊即个世代会当做见证。了后伊阁讲，基督用雅各显现，用所有的使徒显现。保罗伊要强调的是，上尾基督嘛用伊来显现啊。所以当保罗咧说明基督过活的信息的时，伊毋是家己讲的，伊是照着圣经内面所记载，伊所指的圣经，有可能是对诗篇、对以赛亚书、对但以理书、对何西阿书来的。无论是对倒位来的圣经的信息，真重要的是，这是上帝所发出的信息。因为有圣经成做一个根据，因为有根据，保罗讲伊所传的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虽然伫当时大多数拢是用人用讲的来传这个信息。总是有上帝同工的同在，有上帝同工咧做工，这个信息所传出去的，才是保罗所定义的。咱若咧看基督的死、基督的过活，这是上帝所备办甲计划中的代志。当咱人因为罪离开上帝远远，咱甲上帝关系哪来哪疏离？伫旧约的内面，上帝不断咧呼召先知，透过先知将信息传达给每一个当时的人。伊期待着，伊上帝会当甲人恢复关系。总是咱人一届又一届，甲上帝哪离哪远。所以，上帝透过基督的牺牲，咧表明伊对咱每一个人的爱。上尾，这个牺牲的爱，互咱人甲上帝这个隔离拍破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。基督互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，互每一位相信上帝的人，透过基督的过活所带来这个恩典。互因有一个重新的生命。过活是咱所信的一个真重要的价值。基督对死过活是咱所传的，基督对死过活是咱所相信的。咱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咱拢无伫当时的现场经历过基督的过活，咱拢无经过。咱拢无看到，总是咱相信，
因为基督的救活代表咱的罪，互基督的牺牲所取代。咱的罪，互基督的疼、基督的爱所洗清。所以，咱就无互即个生命上罪恶的势力、罪恶的一切代志所捆绑掉的。那呢？救活的愿望，毋是干那伫迄个时刻；救活的愿望，毋是伫即个现在；救活的愿望，伫你甲我每一个人身躯顶。咱若讲救活，干那限制伫某一个部分的时阵，咱就限制了基督的救赎。伫基督的救赎内面，基督是要救赎每一个人对死救活。对拜五，咱的受难礼拜，咱知基督已经死亡，基督的救活嘛是对死了后才开始。咱甲世界其他的宗教无共款的死，伫信仰中，肉体的死是罪的死，毋是灵内面的死。肉体的死是因为连接伫亚当，伊无听上帝话，伊犯了罪，伊食了迄个分别善恶的即个果子，所以亚当所带来是人伫肉体顶面必须要死，所以咱拢在咧面对死亡的即个议题。当基督来啊，基督来到咱中间，互咱甲基督连结做伙。救活毋那是基督的代志，救活是咱甲基督同救活，是咱对灵内面的救活。所以不需要基督先救活，伫基督当迄个时刻已经救活，咱无伫现场。当咱开始明白伊，咱就甲伊结连做伙。当咱信靠伊的时阵，咱不再伫过去迄个时阵，所以当咱即摆开始相信的时，咱就爱听候等待基督搁一届的来临。保罗讲，每一个信靠伊的、属伫伊的人，会照着次序伫灵内面活起来。各位兄弟，伫你军队耶稣基督整个信仰的过程中间，你有相信耶稣无？咱到底相信耶稣的倒一部分？圣经内面四福音书内面所记载，你相信什么呢？你是相信神力，相信医治，相信耶稣的教导是倒一部分呢？你相信耶稣已经对死救活吗？咱每一个人拢甲保罗同款，咱拢甲伊同款，咱拢无看过，嘛无经历过耶稣受难的过程。咱即摆所看到的，拢是伫记载内面。顶礼拜社青团契咧看受难记的电影。迄嘛是用伫圣经内面的描写，咱去想象当时的情景是怎样。咱毋捌经历过，咱嘛毋捌看到耶稣的救活。总是你毋捌看到，你毋捌经历到，你怎样会相信呢？死亡伫咱每一个人的面前，随时拢会临到，会临到咱的身躯顶。你会怎样来面对死亡呢？真正的救活，是因为基督已经救活，是因为死亡无法度搁威胁咱，所以咱所盼望的，就是迄个永远的活命。既然咱已经相信啊，咱嘛袂去惊吓着死亡。那呢，我需要搁问恁一届，救活对你、对咱在座的每一个人，
过活对你的意义是甚么呢？几礼拜前，我去参加一个亲人的葬式。伫规个葬式的内面，我感觉到真侪的情绪伫内底。伫葬式的迄天，这个亲人因照着民间宗教的信仰的迄种方式，因爱做一寡仪式伫这中间。伫仪式的中间，家属因毋知，因的亲人透过因所做这一切仪式，敢有法度，互这个已经死亡的亲人会当到因所讲的极乐的世界。这个中间会互咧主持的人不断加入去无共款的礼仪，一直到要立念火化迄天。伫民间宗教中间有讲，你想啥物的？你想猪的，你想狗的，你想啥？你袂当入去瞻仰仪容，你袂当对伊去到火化场。就遮尔拄好，伊至亲的人，甲伊上亲的人，拄好伫遮的名单的内面。规个仪式，伊嘛无甲你讲线接落来要做啥物，线接落来要行位倒位，所以造成规遗体去到火化场这个过程中间，亲人掠无，毋知因伫当时出发的。这规个过程中间，就互所有的家属因有真侪情绪展现出来，有受气，有遗憾。还有侪因无法度去掌握，因无法度伫即个过程中间，甲伊至亲的人讲再见，互因的心中失去了个别的机会，以及留落侪遗憾伫这中间。伫台湾的民间宗教对死亡，因讲死亡是一个袂当讲的秘密。而且是袂当讲的一个禁忌伫的，因闪避面对死亡，无法度伫生命中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当基督来到啊，基督要将一切伫地面上、伫天顶的所有灵界掌权的执政者，所有的权利，拢要交伫上帝的手中，要互基督来管理。咱毋惊面对死亡，因为咱知，咱拢伫基督的下面。基督上尾要毁坏的对敌，就是死亡。所以，咱甲基督有连结，死亡袂当威胁咱每一个人，是因为基督已经过活。我咧想，真正的过活是甚物？真正的过活，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过活的迄个时刻，你的灵就得到自由啊！对未来，你袂讲，我毋知未来是安怎；对未来，你毋知我要去倒位。当咱知咱灵内面得到自由的时，只不过是一个过程，是要进入到上帝国度的这个过程中间。是要甲基督伫天顶、甲天父做伙享受迄个平安，互咱现在每一个人，咱袂阁去惊吓，因为主基督已经统管太阳死亡的威胁啊！这2年，因为 COVID-19 病毒的威胁，互咱每一个人的生活拢爱做一寡改变。特别伫即礼拜，咱看到确诊的人数为300、400、700、800、1200、1300，愈来愈侪人。咱的生活、咱的工作、世界的经济，拢受到无共程度的影响。其实，即个中间是死亡对咱的威胁甲影响上大，因为咱毋知咱伫当时会感染到即个病毒。
咱毋知。不过我相信咱每一位军队基督的人，这个病毒无法度动摇咱对基督国外的盼望甲救赎伫咧。这是咱相信的。你有相信无？疫情对去年开始，咱就无去，咱伫国外济，咱就无到教会周围去分国外的人，甲人分享耶稣基督救国外的信息。今年伫顶礼拜甲大家报告讲，咱要搁一届进入到社区，我想侪人拢有即个期待伫咧。也毋过即礼拜感染的人数增加，小会真紧就决定讲暂停即个活动。我想，虽然咱暂停对外，总是咱每一个人爱将即个国外的信息、救赎的恩典、永远的活命即个盼望，将即个福音的信息传去，甲你隔壁的人讲。国外这本能，其实毋是教会传统的礼仪，咱用卵来表示新的使命。甲所带来即个盼望，是要互遐也未相信的人会当明白，当咱甲人咧分享的时，咱来甲人讲互清楚，国外毋是迄粒鸡卵，国外的主角是主耶稣基督，国外是伫未来的盼望，国外是上帝所应允的。所以今仔日，咱犹原有准备即个国外的巧克力。顶昨昏咱有同工来搭贴纸啊，即个巧克力咱摕转去，看下礼拜刷了，咱摕转去，摕转去毋是家己食哦。你莫讲来，你一粒我一粒，咱两个人就食好了，毋是，将这内底一个包装有3粒，希望你的厝边上少找3个人，甲伊分享即个巧克力。咧分享的时，甲讲主耶稣国外的意义是甚物？所以我想，国外是未来咱的盼望，咱就要将这个盼望甲人来分享。因为死人的国外是因为身体的生命的这个呼吸消失去啊，肉体会朽烂，不过国外未朽烂。互埋葬的是迄个过去迄个歹的身躯，是衰败的。国外是一个完美健壮的心灵，互埋葬的是迄个肉体有血有肉的身躯，国外是属灵的身体会活起来。所以，咱要将这个国外是咱的灵，国外是对咱所信的耶稣基督开始的。肉体的死亡，毋是真正的死亡，因为伫咱的灵内面。咱的灵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，咱甲基督同国外。伫你的心内，你甲家己讲，我已经甲基督同国外。咱会当安尼讲，是因为大圣有基督为咱的罪死，是用耶稣的死代替了咱每一个人。是因为耶稣献上伊家己赎回咱每一个人，只有耶稣基督升国外上天坐伫爸的大边的时，咱才有法度透过基督伫伊的后面，照着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。当咱现主时也阁活着的时，咱会当因为基督伊所带来即个盼望的应允，互咱知影将来。咱就是要去到天父迄个所在，所以咱每一个人，伫每一个时刻，敢若大家讲会真紧张吼。咱讲每一天好啊，每一天，咱拢爱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佮水的关系。伫规本的圣经中间，规个主题就是上帝是听。咧表明着，咱今仔日圣歌对于要甲咱所献的这本诗歌的方面讲，家咧山顶面的十字架，
就是咧要表明上帝愿意用伊的疼，伫即个世界中间来运行，是咧表明主耶稣愿意为咱每一个人救赎，伊来到咱的中间。耶稣变空家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款式，伊甘愿自卑，顺服上帝，直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是天父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疼世间所有的人，伊疼咱，疼甲愿意将家己的独生囝，予所有的人，予所有相信的人，未至到灭亡，反得到永生。各位兄弟，伫过偌济个今仔日，互咱来仰望，互咱的信心是伫迄个创世到尾的即个上帝耶稣的身躯顶。耶稣为着伊放伫伊面前所有的平安，拢要甲咱做伙。当伊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伊所忍受食的侮辱、乞笑、谄媚，拢是伊承受这一切痛苦，为着要成全上帝救赎你甲我，在座以及伫世界顶面每一个人。今仔日，基督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大边啊！所以，个我是平安的领袖。当咱伫过活节，咱要领受的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平安。个我是一个喜乐的表现。你要将个我的这个愿望、喜乐给表现出来。个我是咧显明上帝的疼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过偌一礼拜结束了后，当咱离开教会，咱就爱将即种的信息甲人来分享，互人袂搁伫惊吓、担忧的中间，互人会因为伫上帝疼中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你愿意安尼做无？你愿意安尼做无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阮相信你，因为你所带来这个个我的信息，毋是为着家己，是因为你愿意牺牲，将上帝你的疼显明伫阮的中间。主耶稣，我们将阮领受的平安，我们活出喜乐的生活，我们显明上帝你疼阮每一个人。主，求你赏赐阮，互阮会当跟对你的脚步，毋是伫遐跟对尔，是伫跟对中间。阮行出你的信心，对你的信心，阮行出好的见证，互更较侪人伫死亡中得到透放，互更较侪人伫灵内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愿主亲身看顾，愿主引带阮每一个人，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献诗，请信歌队来献诗俄罗上帝。
罗山岭城的街路中，充满欢喜着跳的气氛。迄时是播过节，百姓对远远的所在来到遮要过节。总是即摆的播过节甲以前的无相款，因为耶稣这位众人听候久久的弥赛亚，在骑骡仔进入圣城，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的产物。众人出快乐的声喊讲：好善那归伫大别的后裔，奉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乐。好善那归伫至高。耶稣应现入城了后，
当和散那的喊声渐渐消失的时，耶稣拔出时间，伫圣殿的所在，伫启示住一个百姓，有关信仰甲人生的代志。虽然有侪人听入去伫心内，阁相信伊所讲的道理，总是犹原有人伫犹疑，质问有关伊的权柄，甲伊所教示的。但是无假节的头一日，就是遵守八过节的日子。耶稣叫彼得甲约翰去到一个人的厝，伫遐备办互伊甲伊的门徒通聚集，庆祝迄时上受尊重的传统。时辰到的时，因聚集伫迄个厝的楼顶3角座道，享受圣的宴食。食饱了后，耶稣对学生讲：伫我受难以前，我非常盼望要甲恁食即个搬过节的宴食。我实实甲恁讲，我袂阁再甲恁另食，直到即个晚餐应验伫上帝的国。说接耶稣阁摕饼，掰破互学生讲：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然后，伊阁捧起杯祝谢，将杯分互门徒讲：恁拢着啉即个杯，因为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着恁，为着赦罪所流的血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搬过节的宴谢了后，耶稣对伊的学生讲起伫要来到的日子，甲因所有面对的挑战。伊讲明因要怎样应验先知的参语，就是虽然因捌表明因坚定的信心，因犹原会多闪，无要认伊。伊甲因保证讲，着信上帝，搁较信伫我。我若要去为恁备办一个所在，总是我会倒转来，甲恁去甲我3角大。伊应允因讲，伫伊的肉体无甲因伫地的时，上帝会差遣保惠师，就是圣神伫因中间。搁讲，我将平安留互恁，将阮的平安留赏赐恁。恁的心无伫白白，
也无得惊吓。经过这个真亲密的分享了后，因去到一个安静通祈祷的所在，就是克西马尼园。伫即日，当侪人拢咧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中上重要的经验，就是搬过节的时，耶稣开始完全将上帝伫伊身上的计划放伫心中，就是要互伊为着救赎世间人，真细牺牲受害的羊羔的大计划。
忽然间，迄个偏僻安静祈祷的会园，受到规定愤怒喊话的群众破坏啊！有耶稣12个学生中间的犹大，带了祭司头、圣殿的守卫官、长老，甲侪侪暴民来掠耶稣，将伊带到大祭司盖亚法的面前。伫遐，耶稣受到引起人，因阁用假的见证来审判伊。伊徛伫经学士甲祭司头的面前，受到因用各种的罪名控告，想要将即位充满神的影响力的耶稣除去。遐个动机无单纯的宗教领袖，最后真正达到因的计谋啦，就是将迄位受称作弥赛亚的耶稣基督判了定12架的死刑。即位降世要用疼来服侍世间人的耶稣，担受着充满怨恨的暴民宣判死刑。伫即日，以赛亚的惨语应验啦，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，受侪侪苦难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。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。伊担当刑罚，互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互咱得到医好。
耶稣互因带到各个他，就是叫做头壳碗的所在。伫遐，伊受定伫十字架顶，伫众人的面前，甲两个大罪犯共受见笑、遗弃甲侮辱。控告伊的人，甚至到伫伊临终的时刻，还得侮辱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那着对十字架顶跳落来啊！伊救别人，却无法度通救伊家己。上帝若惜伊，着互上帝救伊啊！甚至伫最后的时刻，耶稣犹原显明伊真是人子的本性，就是听众人，亲像伊为着控告伊的人祈祷讲：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毋知因所做的。伊甚至应允赦免伫伊身边的一个大罪犯，讲：今仔日你要甲我点伫天堂。最后，耶稣大声喊讲：事明白啦！伊就断开。伫无几日前，耶稣捌讲遮个话：当我对地面受压起，我会带侪人到我的面前。伊所讲的话，就是伫大声互因知，到迄时，伊要受钉伫十字架顶，来为着世间人的罪受死。耶稣断开的时，黑暗搭满全地面，圣殿的柱篱也对顶面到下面离做两边。地大震动，石盘壁立。总是伫神者中的神者，就是遐个谣伊无信伊的人，伫迄时成做信伊的人。甚至一位伫十字架前的罗马霸总做见证讲：即人真正是上帝的囝。阿里马太的约瑟是一位真有地位、阁有公义的议员。伊比勒多请求安葬耶稣的身尸，伊尾有地步将耶稣的身尸包起来，下伫石所藏的墓内，然后伊高一块大石，将墓的入口封起来。人若为着伊的朋友放杀性命，疼无有比即个较大个。
安息日了后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不光的时，我带着的玛利亚甲另外一位玛利亚去探墓地。伫遐地大顶动，有一位主的天使对天降临。伊到伫墓前，将大石高开，坐伫顶面。伊的面貌亲像死那灿烂光明，佮伊的衫白亲像雪。天使对妇人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知恁在找互人定十字架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亲像伊所讲的。伊已经告我，恁着赶紧去保护伊的学生知，伊已经对死告我啦。耶稣已经告我啦。吟诗俄罗上帝，信诗第605首。信诗第605首。
靠主稳定奇妙溃烂地保护，靠主稳定奇妙溃烂地保护，甘心听候主所安排道路，愿在上帝面前无停的照顾，大家新日子主亲切招呼。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《信诗》第605首。靠主稳定奇妙溃烂地保护，甘心听候主所安排道路，愿存在将明日无停的地照顾，大地新日子主亲切照顾。虽然遥远的环境难以艰苦，好多路请坐，这是咱的奉献。
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内心，请大家掀开旧报第2页，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咱来读2遍。若是好，让的祝福，头一个是基督，第2是属看基督的，第1领教的是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。若是教义所头一个是基督，第2个是属基督的，第1领教的是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。下礼拜圣光分担，领唱是潘美妍长老，属类是施勋宇执事，抒情是庄信邦弟兄，献诗是台短诗班，书献是我本人甲李尔博，交代是李尔博、陈素娥、潘宣娥，音控是陈佑珍跟周绿健。拜三查经基督会题目是无伫死人中找活人。经文是《路加福音书》24章第1节到12节。主理是科牧师，司会是张义如执事。后礼拜主日礼拜。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第4节到第8节，伊的题目是我决断毋信。信息是76首、38首、80首，甲399首。启应文是25篇，根据是约翰福音20章27节，主理是王柏贤传道师，请大家掀开第6面。教会小组报告，今仔日是国外节日礼拜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阮本来要是市场要分彩蛋，即马就是无。那会后，咱会讲到1楼领这巧克力，一人1条。会后伫1楼。好，第2，教会5月29号要举行野外礼拜，要体验第1代信徒的脚业。报名到5月初8。大家会使看第7面。第7面都是咱即马野外礼拜的所有的代志。第7面，第3，要领洗礼，请大家上干事报名。报名时阵有上课的时间，5月22、7月24、9月初4、11月27。每届上课的是礼拜了后下晡的1点到4点。第4，咱教会要征干事1个，条件都是下骹这6项。第5，奉献的证明，请上干事领旧年度的奉献证明。第6，亲人主义学后礼拜有上课，各主3件伫个莫达纳。第7，咱教会博物馆已经有使用的规则一个公布栏，欢迎各团体来了解，会当申请来使用。第8，后礼拜是
大专主日，请兄弟预备心。好，补充报告，第7点，木沙馆是咱购买一个牧师馆，因为即马咱着内底团队离开了后，咱甲内底整理，会当真做各团契来使用，所以咱详细看伫公布栏所公布的这使用的规范，上主要是爱用团契做单位，也是咱的毋是个人是用伫团契来使用，所以请大家来注意。了后，你若各团契负责的同工，你会使来牧师提出申请，就会使对牧师这边提锁匙过去使用所以木沙馆即马有开放，互咱团契来使用。咱今仔日有缘要为着2个家庭来代祷。第一个家庭是张进龙兄弟因全家，第二个是施彦博兄弟因全家进龙兄弟要为着因全家，伊的太太李文伫呼吸顶面未顺的问题，请大家为伊代祷。第二，为着进龙伊的健康的身体甲体力互伊伫地血顶面有好的修行甲制作。第三，为着安琪伫病院上班，保守伊身体健康，安如伊的学习即做题甲伫即个地方内底的管理，拢能当顺利来接受。为着安杰伊当顺利完成伊化工硕士的学位，出入有平安来代祷。第二个家庭要为着燕博来代祷的是因全家的身体健康，互伊的太太伫疫情会当恢复会当伫学校会当转去实体的上课，嘛为着因2个细汉囝伫成长的过程的一切学习会当顺利来代祷。所以这是咱同心为着这2个家庭，咱来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会当正做一家人，互阮会当伫这个大家庭中间，阮互相分享阮的需要。愿做你亲身看顾进龙因全家，为着伊的太太李文姐伊的呼吸未顺的问题，恳求主你亲身医治看顾。嘛为着进龙兄伊的身体，互伊有一个臃肿的身体，互伊的地血会当真顺利来采收制作。嘛，互安琪伫病院上班，愿主你保守伊、保护伊，互伊有一个勇健的身体。为着安如的学习，要接即个地方的所有的一切事务会当真顺利。为着安杰伊伫学校的化工的即个研究会当真顺利，出入有平安。我们嘛要为着燕博因全家，恳求上帝看顾因身体健康，嘛互这疫情会当真稳定。互伊的太太会当真顺利，转去学校实体的上课，看顾因2个细囝伫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一切学习拢会当有上帝你亲身的教导甲学习。愿将这2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赐福看顾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以上。毋知今日有新来的无？伊是基督徒，但是即马佫咧找教会，伊住伫咱遮附近，咱欢迎伊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没有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还有一位是林玉问姐妹，伊其实已经伫玛纳团契聚会一段时间啊，只是因为伫主日礼拜拢无甲伊介绍到，所以特别甲伊提出来介绍，互大家熟悉。伊是咧，迄个是世新大学上的学生，好，欢迎伊，谢谢。上营389首，阿罗上帝至权至尊，请起立。唱线，请牧师来主导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国我的盼望，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信心的扶持甲帮助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会唱平安礼。